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伫议会表示，教育部最近召开关注中国学生读台湾关键核心技术项目的下部会讨论会议，请各部会进行清点。有大学教授指出讲，学校会遵照教育部的指示，不过国内摕学位的中国学生已经无啊，研究所以上也真少。但是，这个教授也伫咧烦恼讲，目前交流的物件，惊以后会互认定做是关键技术。中国学卫生2023年8月清零，教育部长陈英尧去年上任的时阵表示，希望两岸伫平等尊严的前提，学卫生会当恢复。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进展。教育部最近是因为行政院有指示要召开关注学生修读咱国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项目跨部会演上会议。主要呢就是包括国防的相关科技，还有各部会有关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部会，爱确实提步，以利后续管控，有效确保国家安全。但是核心技术是不是包含5大新来产业？倒一寡科系是有国家关键核心技术。行政院表示，有整体内容会搁做说明。有大学教授是讲，为教育的层面来看，那是为技术面定义关键核心技术会真看。电机系的有一些 IC 的设计的课程，台积电的合作，比如说跟中科院，或是跟军备局类似这种国防的计划。那当然，它的技术层面就会比较属于台湾的一些关键技术。也有大学教授讲，学校会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按国无学位的中国学生、硕士博士生会愈来愈少，未来恐惊清零无真大影响。搁再讲，大学做学理研究，中国学生囡仔学的物件拢真基础。入生来台湾，那也是学学理，那他有办法本事从1变成100，那才是他的本事。可是以学校端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很 fundamental。交换生的部目前还有，政府不希望学校去做太多的交流，尤其对一部分的关键技术是会关心的话，那学校当然会在交流上面的话会放慢脚步。教授讲，烦恼即马交流，未来会互人认定是关键核心技术。学校会较保守，唔敢做任何措施，两岸学术交流会更加限制缩减。记者采访报道。